嚟到紅磡嘅惠景樓啊，多謝 HKTV Mall 嘅客戶啊，今日嚟到呢個紅磡漆咸道北嘅惠景樓啊，幫客人拆咗一支舊嘅風扇，同埋安裝一支 Philips 嘅 Amigo 啊。Amigo 飛利浦，幫你而家裝上。大家好，歡迎收睇 TY Lighting 燈飾照明設計公司。我哋係全香港銷售同埋合法合規安裝最多飛利浦天花風扇燈嘅公司。係咪好期待？想知道今次裝咩產品呢？裝出嚟效果又好唔好呢？不如即刻去片睇下我哋今次去邊度安裝飛利浦嘅產品啦！去片。原本舊嘅呢啲網扣嗰條接地都係冇嘅，陣間幫你做翻佢。舊呢把呢啲網扣冇條接地嘅，拆咗落嚟。新裝嘅 Amigo 遙控裝咗電芯。咁呢個就產品啦。產品一開燈掣佢就着啦。呢個遙控器我哋撳最右下角嘅對上嗰粒就 LED 嘅轉色溫。呢個咧就分別有白光、黃光、自然光。咁任何着緊嘅狀態，向下撳就係較暗，向上撳就係較光，向左撳就去白光嗰邊，向右撳就去黃光嗰邊。假設你嘅生活習慣係中意黃光暗少少嘅，咁喺呢個狀態校咗之後，我哋撳個心心，咁佢閃一閃。咁第日咧，不論你去到乜嘢光，然後撳呢個心心，我的最愛就去翻呢個叫做記錄入邊啦。風扇咁喺最右下角呢個掣撳，係咁撳。咁總共咧佢係6個速度，你睇到啲風吹落嚟啦。6咧就最快，咁1就最慢。咁依家你由呢度望到啦，上面呢度有啦，呢度都有風啦。左手邊最左下角撳一下就慢啲，撳一下就慢啲，撳一下就慢啲，撳一下就慢啲。咁有時如果你覺得咁樣都啲風太大風嘅，喺呢個中間位置呢個就係撳一撳，咁佢個風扇葉會慢慢停落嚟，然後向相反方向轉。咁相反方向轉咧，即係由下向上望個扇葉咧係逆時針轉，啲風咧變咗向上抽嘅，一樣有6個速度。咁呢個咧就只係有空氣流通，有微量嘅風，但就唔會有直接吹住你啦。咁如果想向翻下吹，都好簡單，又撳翻得下。咁風扇就着翻啦喎，燈同風扇可以一齊開或者分別開。如果淨係想開風扇唔開燈，撳最右上角 off， 咁你就熄咗個燈，齋開風扇。呢個就係依家個產品嘅成個操作工作記錄會俾翻你嘅。呢個遙控我放低俾你。咁好啦，呢度咧就多謝客人喺我哋嘅天怡燈飾照明設計公司 HKTV Mall 網店購買產品啦。咁又使用咗我哋嘅全方位安裝服務。飛利浦嘅行貨有2年嘅原廠零件保養。咁經我哋全方位安裝服務咧，咁我哋包括2年嘅上門有壞一換一不限次數嘅保養，亦會根據機電工程署嘅工作守則入邊嘅要求啦，提供翻一份 WR1A 完成工作證明書，證明呢個裝置係符合安全規格嘅。咁成個操作影片、工作記錄都會俾客人一份備份，我哋會保留5年。好多謝晒。咁說明書入邊咧，包括咗佢嘅操作方法啦、清潔啦、遙控嘅說明啊，咁佢都會有噶啦，唔需要擔心。亦可以 WhatsApp 我哋，我哋嘅保養中心嘅電話係92053831，咁用 WhatsApp 就可以有專門嘅客服幫我哋已經購買咗產品做售後嘅支援噶啦。好，啱各位睇完我哋公司嘅安裝工作記錄，亦親眼睇到合法合規註冊電力承辦商委任註冊持牌電工安裝，同埋出邊無牌人士外判安裝產品嘅分別。亦有好多朋友好奇，點解我哋會用影片記錄低咁多工作過程？因為我哋真係會按照機電工程署工作守則內嘅要求，免費提供 WR1A 完成工作證明文件，證明裝置符合規格。點解要咁嚴謹？因為日後萬一因為電力衍生嘅意外或者火災，呢份證明就可以證明客戶使用嘅係合規格產品同安裝，唔會影響你嘅家居保險。聽到呢度，係咪好想即刻入手飛利浦嘅天花燈同天花風扇燈，換走屋企嗰啲不知名、唔知合唔合規格嘅產品呢？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諗法，飛利浦嘅產品絕對係你嘅優先考慮第一位。第一，符合晒國際安全要求標準；第二，香港代理提供行貨嘅2年原廠零件保養；第三，你用咗 TY Lighting 全方位安裝服務，萬一喺保養期內產品出現咗問題，我哋會提供免費嘅註冊持牌電工不限次數嘅上門服務，為你解決問題。淨係呢3點就已經幫你解決咗買咗不知名產品所衍生出嚟嘅麻煩，包括時間及安全隱患。聽到呢度係咪好期待為屋企換翻支飛利浦天花風扇燈或者天花燈具呢？同埋想知道點樣先至可以攞到影片入邊產品嘅優惠？步驟非常簡單：第一，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第二，同呢條影片俾個 like；第三，喺下邊留言 TY 加 Philips， 咁就大功告成。影片嘅左手邊依家就已經係產品做緊嘅3種限時會員推廣優惠，包括自取、送貨或者送貨加全方位安裝及保養期內上門有壞一換一選項。因為飛利浦嘅產品眾多，可以組合出嚟嘅優惠價都有好多種，所以唔需要擔心複雜計唔掂。各位朋友只需要喺購買之前直接喺下面留言，向我哋查詢你想要嘅產品優惠，或者 WhatsApp 我哋嘅客戶服務保養中心92053831，Eva 同我哋嘅團隊一定可以幫到你。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絕無隱藏收費，用電安全一定要揾合規公司。我哋下一條片再見。